7当前的2月7日，花莲大地震，花莲市区往来第11线海边的花莲大桥损害甲真严重。公路桥伫112年开始重启，目前南面的桥已经完工了，明仔载要开放，沙来北面桥就要开始拆路。 已经施工2年的花莲大桥南面桥早算完工，初5就要开放通行。施工人员当咧加紧维修标线，一旦看到新桥比旧桥悬出2.5公尺，路面也加宽，受限地形甲水势，整体施工过程并不简单。最困难的点剧烈天气的变化常常造成一个河川水位的上涨。那我们开工到现在遇到了2次的崩桥，就是它的河川水位已经到旧桥的2底。几次的台风崩桥的作业，造成我们工地的一些损失。 花莲大桥启用超过半世纪，是连接花莲市甲海岸线的主要桥梁。过去由2座桥组成，南面桥伫1968年完工，北面桥伫2002年完工。2座桥拢伫2018年控制控流大地当中受损严重，只会当中建。台11线花莲大桥是为了配合河川治理计划因为它有抬高大概2.5米。 那以及107年2月的这个地震造成大概有60公分的一个平移破坏这是不可逆的那我们重新以这个钢桥的方式以减资以轻量的一个设计来办理改善。 公路桥强调，南面新桥有计9月初5开放通行，随即将封闭北面旧桥进行拆除作业。呼吁用路人经过工区缩限30公里。另外，光华昨天车道也暂时封起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